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實德金融嘅 Ferris。黃金價格尋日只係得8美元嘅窄幅波動，主要就係大家都喺度採取一個好審慎嘅態度，觀望嚟緊禮拜五呢一個一年一度中央銀行家年會上邊，聯儲局主席耶倫究竟會有一啲乜嘢嘅加息嘅信號俾到大家？咁當然啦，喺禮拜五之前個金價又應該唔會每一日都係只係得8美元呢一個咁窄幅嘅波動，嚟緊都會係受制於美國經濟數據嗰個結果好與壞，從而令到加息嗰個擔憂多與少而影響到嗰個金價走勢嘅。就正如好似尋日金價喺美國嘅時間啦，雖然係有翻一啲嘅反彈上升走勢，但係咧都係受制於1340美元呢一個嘅阻力，未能夠突破嘅。其中一個原因就係尋晚發布嘅芝加哥全國活動指數咧係錄得上升，係講緊自今年1月以嚟經歷咗3次萎縮嘅結果之後咧個最高位嘅水平。所以咧就變咗加息嗰個擔憂其實係多咗嘅，咁啊對個金價咧係有翻一個嘅抑壓作用。嚟緊今晚分別係有 Markit 嘅製造業採購經理指數啦、新屋銷售同埋 Richmond 嘅聯儲製造業指數嘅數據結果嘅邏輯都一樣，係同之前嘅冇乜分別。如果數據做好嘅時候咧，應該係會增加咗加息嗰個擔憂，對個金價會有個壓力喺度。而調翻轉啦，如果數據係做差嘅時候，咁啊對個金價咧應該會係有一個推動作用。其實短期間金價要突破1347美元呢一個阻力咯，都會係較為困難，因為大家都係仲係等緊禮拜五耶倫嗰個嘅説話內容嘅，咁啊因此啦，可以喺1347美元附近做翻淡，睇淡一線去到1320呢一個水平嘅。換句話嚟講，短期間金價範圍會喺1320美元至到1347美元呢一個範圍走動。好啦，今日就同大家講住咁多先，再會。